现代第一版圣经歌罗西书第3章。既然恁已经甲基督做伙各活，就着追求天顶的事，伫遐基督坐伫上帝的正边，恁着专心伫伊顶面的事，毋是地上的事。因为恁已经死，恁的活命甲基督做伙稳藏伫上帝内面。基督是恁的活命，伊显现的时，恁嘛会甲伊做伙显现来分享伊的荣耀。所以，着消灭恁遐个俗世的欲望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邪欲甲贪恋。贪恋是拜偶像。因为这个事，上帝受气，要临到悖逆的人。恁以前趁这欲望在生活的时，言行举止嘛受因支配。毋过现在，恁着弃杀、受气、歹性地、怨恨、诽谤，甲讲垃圾话等，毋通互相欺骗，因为恁已经有将旧的人甲习惯脱起来，将新的人穿落去。这个新的人，创造主照家己的形象，继续得家己更新，互恁通真正捌伊。安尼无搁分别希腊人也是犹太人，受割礼也是无受割礼，未开化、野蛮、奴隶也是自由人。毋过基督是一切，也伫一切的内面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着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衫穿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着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，亲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相赦免。这个以外，着搁加他疼心，因为疼维护一切连结完全和合，着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，恁受建造成做一体，恁搁着时常感谢，着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踮伫恁内面，着用逐款的智慧互相教示，彼此劝诫，唱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感谢阿罗上帝。恁无论做甚物，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，通过伊来感谢爸上帝。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丈夫，因为这是信主的人的本分。做丈夫的，着疼妇人人，毋通甲因歹款待。做儿女的，逐项代志着顺服爸母，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。做老爸，毋通激儿女受气，则袂互因灰心失志。做奴隶，逐项代志着顺服地上的主人，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，才伫因面前安尼做，是因为敬畏主，诚心做。恁无论做甚物，着尽心做，毋是为着人，是为着主做。着知主会甲恁报赏，互恁对伊得到产业。恁咧服侍的是主基督。做歹人会受歹的报应，因为上帝袂偏袒人。